各大名车拢会开官方的社群号头，和网友也有卖种博感情。有一寡人假设名车开假号头欺骗别个网友，像讲艺人周汤豪最近破文讲伊的名，互人偷摕去用骗卖种。上严重的被害者就是平平是艺人的詹子乔，伊收到一个查某囡仔寄一张电子批互伊，讲是周汤豪赶紧爱用钱，拜托伊来借。阵啊甲詹子乔借，詹子乔嘛真阿莎利，随汇100万到对方讲的口座，事后拄到周汤豪才知讲原来拄到变现啊。帅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，线上前走，说向我保守。这首歌予周汤豪唱甲抓袂牢，想袂到煞有人想到周汤豪人气遮旺，假伊的名伫个网络来甲人骗。连周汤豪本人嘛是紧出来赔货。周汤豪伫个面册甲 IG 顶悬铺文讲，即几个月开始有无熟悉的朋友传信息互伊，表示讲最近一直和伊有互动。拄开始伊就感觉这真含，毋过尾啊煞愈来愈毋是款。一个对查了后，才知影讲是有人假伊的名，私底下传信息互即个卖将，即个假伊的歹人，甚至阁去找网络红军，假影讲是和周汤豪有拍过广告，要来处信即个受害者。周汤豪讲，这个歹人发现代志别空了后，还阁假先讲伊已经去自首啊！安尼做实在伤过头过分，嘛呼吁大家毋通阁去互骗去。像即款的诈骗手法，毋若是卖将去互骗去，连演艺界内底的好朋友詹子乔嘛讲伊有收到一个查某人的信息，自称讲是周汤豪，讲伊急要用钱。事当时詹子乔嘛无甲想遐济，就汇几百万的互对方。毋过事后去拄到周汤豪了后，问伊讲有收到钱无？安尼敢有够用？结果这个周汤豪是去互问甲莫名其妙。伊强调讲家己根本都无甲詹子乔借钱。即声詹子乔才知影讲已经去互骗去啊！伫个演艺界内底，互骗去的艺人还阁有伊哦。艺人周兴哲嘛铺文赔回讲，强调家己是无用这个非官方的社群网站来和买众互动。嘛希望大家毋通去互骗去。艺人嘛表示讲，会保留这个法律的追诉权，嘛要甲讲诈骗的人甲找出来，避免阁有人来受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